我永远都不可能原谅你，永远。请进，来。哎，来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少爷的朋友林天乐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顾新东。哎，这是我朋友梅兰妮。你好。这位你认识吗？谭总，坐下说话。对，坐下说话，坐下说话。来，坐好啊。他你认识吧？我问你话呢，他你认识吧？谭总，有些事情我不方便说。是因为我妈？谭总，我真的不能说。你是怕得罪了我妈，被我妈赶出公司是吧？那我今天就告诉你，如果你不说的话，明天我就把你赶出公司，懂吗？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认识他吗？谭总，对不起，当年这一切都是你母亲一手安排的，我也是逼不得已。我妈是吧？我妈怎么指使你做的？说话。让我逼走他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冷静，都冷静啊！那个，我们今天请你来，就是想问问你，当年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说，少宇以前是因为喜欢了别的女孩，所以把她抛弃了。但是少宇说他呢，是因为骗婚骗财，最后揽了一笔钱就消失了。我们想问问你，他们俩说的哪个版本是真实的？他们俩都错了。他们都被蒙蔽了。这中间的一切，全都是谭总的母亲一手安排的。他妈妈策划了一切。少宇，少宇，李总，不好意思啊，麻烦您回避一下。好的。怎么了，少宇？脸色这么难看。尚文芳是不是你当年派人逼走了？不是说过了吗？没有的事儿。你到底要瞒我到什么时候啊？我找
找到证人了，他也全都告诉我了。妈，我只是想看一看你亲口告诉我，这事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没错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做这一切？有些事你并不知情，反正是因为咱们家的生意。生意就生意了，跟尚文芳有什么关系啊？少宇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如果当年你继续跟尚文芳在一起，只会埋下隐患。我能坐视不管吗？所以你就可以看着你儿子受了情伤一蹶不振是吗？少宇，你是注定要干大事业的人，儿女情长应该放在一边。我不能让其他的人影响到你的事业。你该明白我的一片苦心。为了让我完成你的目标，你就牺牲我的幸福，牺牲我的感情是吗？少宇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可能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，但是你要相信，我真的是为了你好。够了！我真的受够了吗？我不想这样，我不想再受你的掌控，我够了。我告诉你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永远都不可能原谅你，永远。他们都被蒙蔽了，中间的一切都是谭总的母亲一手策划的。你继续跟尚文芳在一起，只会埋下隐患。我不能让其他的人影响到你的事业。昨晚喝大了，现在一直杵在那儿。少宇，那个昨天跟你妈谈的怎么样啊？他都承认了，是我误会依然了。不是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咱赶紧找依然去吧，你好跟依然把这事情说清楚啊！啊，少宇，我们都看得出来你还爱依然。你要是个爷们儿，你就去把她追回来。失去一次，别再失去第二次了。对，要不你换个衣服，我带你过去。依然，我们必须好好谈一次，有些话也必须要说清楚。哎，你应该去把依然接回来。我把依然接回去。啊，她现在一个人住在这儿，也没人照顾，多不安全啊！哎，你搞清楚啊！我刚刚受到伤害，我这还没缓过来呢。哎呀，你一个大男人跟女孩计较什么呀？再说她住在这儿，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跟少宇怎么交代啊？对不对？不是，照你的意思说，我就应该把这口气我憋回去。
对呀，而且你得亲自去把他请回来，要不然依然肯定不愿意。哎，我受到了伤害，然后我还把凶手请回家去。你跟少宇还是哥们儿呢？